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6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啊，这个胡适啊，可以说又创了奇迹啊。什么奇迹呢？我们来看8月6号 ，A 股三大指数震荡上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45%，深成指数涨0.64%，创业板指数涨0.66%。这个上证指数收盘啊，已经创了这一年新高。不光是这一年的新高啊，应该是它收盘啊是近10年的高位。今天上涨的家数3161家，下跌的啊2000多家，两市成交额1.73万亿，这个成交额啊马马虎虎吧，反正超过了1.5万亿。所以说啊，看上去非常这个强劲啊，这个牛市的氛围已经形成。现在就是考验能不能突破这个上一次啊这个9月底10月8号的那个高点。这个高盛认为啊，胡适向上还有10到15个百分点的空间，也就是高盛他认为会涨到4000点以上。胡适另外一个见证历史的，那就是啊这个市值一哥啊，市值冠军啊，现在居然改了。最早的时候是贵州茅台，后来是工商银行，现在啊变成了农业银行。农业银行市值超过了宇宙银行、工行。哎，这个有意思啊，说明这个银行板块啊已经乱套了，拉冒烟了。有人不听招呼啊，不听使唤，开始乱拉。农业银行居然市值第一，这充分说明啊，银行自身到底什么样不重要。不知道各位啊在座的啊跟农业银行打交道多不多？现在啊市值是农业银行排第一，工行排第二，贵州茅台排第三啊。这咱们胡适啊排名前10的这个上市公司有4家是银行，有一家保险公司啊，有一家中石油，有一家电力公司，剩下的2个宁德时代、工业富联。随着近期 A 股市场整体上行，两融余额规模整体也在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8月5日 ，A 股市场两融余额20003亿元，时隔10年重返2万亿以上，其中融资余额则创出2015年7月1日之后最近10年的新高。在 A 股市场两融余额和融资余额总体持续增长的同时，融券余额近期总体有所增长，不过总体仍保持较低水位。什么意思啊？融资余额你就理解成加杠杆，加杠杆做多，现在融资余额已经创了10年新高，也就是很多人啊融资做多，符合这种赌场的这种性质啊和特征。融券做空这个监管不允许，大家都知道吧？好久以前就开始限制了，不允许融券做多做空。那么融资做多啊，融资余额达到近10年新高，就已经啊预示着风险来临，死神马上就要来了。21世纪财经报道啊，胡适他的这个赌徒本色啊，说超级牛散魏巍再次赢得豪赌。8月5日 ，ST 华通以涨停价收盘，股价报14.2元每股。自8月以来 ，ST 华通累计涨幅已达11.8%。此前，魏巍啊豪掷2.79亿，竞得 ST 华通2261万股，借此在短短4个交易日内，超级牛散魏巍便斩获4206万元浮盈。这个超级牛散它是在通过司法拍卖买的这个股票啊。7月29号到7月30号啊，这个 ST 华通联合创始人之一啊持有的2261万股世纪华通股票被公开司法拍卖。那么这个魏巍啊以2.79亿元价格成功竞得，他拍到的价格每股12.35元。值得注意的是，拍卖落锥后 ST 华通股价便进入上升渠道，从7月30日收盘价12.75元每股起步，到8月5日14.21元每股，4个交易日累计涨幅12%。按照魏巍持有的2262万股计算，其投资浮盈迅速突破4207万元。这是浮盈啊！如果他接下来啊减持落袋为安啊，他赚了4000万，那这4000万不就是小散户的肉吗？小散户的血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零和博弈啊。ST 华通啊，这个华通我知道啊，这个很多丰田 4S 店跟华通合作，它的业务跟汽车相关啊，汽车的售后保养维护，恐怕有一点那个零配件业务，实际上活得非常艰难，就 4S 店都在纷纷关门倒闭啊，都在改行啊。他能有什么利润呢？不知道这家公司又讲了个什么故
故事啊。当然了，在资本市场 ，ST 华通讲的故事那简直不值一提。现在一个新的大妖股啊，已经这个新鲜出炉。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8月6日开盘，上尾新材股价开盘即大跌16.7%，成交金额1.01亿元。截至发稿，跌幅缩小至12.2%，最新股价为96.98元，市值391亿元。8月5号晚，上交所发布通报称，上尾新材近期多次出现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多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提醒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近日，该股股价继续大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该股过程中存在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正常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上交所依规对相关投资者采取了暂停账户交易的自律监管措施。上交所再次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审慎参与合规交易。你说这个监管真的是操碎了心啊！监管为了这些赌徒啊，为了这些所谓的金融消费者，真的是操碎了心啊！明确告诉你，这个上尾新材是违规炒作啊，风险巨大，劝你不要炒。但是这些所谓的金融消费者，这些赌徒，他就是喜欢扎堆这种股票，劝都劝不住，你劝他不高兴，他还笑话你。但是因为这个总是有人要买单的，对吧？等到这个轮盘赌等到这个击鼓传花，等到这个鼓声一停就有人要倒下。等到他倒下的时候，他就哭天抹地的要求维权，要政府要监管出面保护他的权益，要监管出来给他个说法。现在死命的拉着他，别让他参与，那不行。大家听听上尾新材公告称，公司股票价格自2025年7月9日至2025年8月5日，这不到1个月时间累计上涨1320%，就是这么一个叫上尾新材的，也不知道他干啥的反正不到1个月时间涨了13倍，对吧？什么比特币什么茅台、人工智能，你都没有它涨得多。它短短一个月不到涨了13倍，这是有多疯狂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如未来公司股票进一步上涨，公司可能再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连续停牌核查。再看这个公司的公告说公司目前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股票价格已严重脱离基本面。这可是公司自己说的已经严重脱离它的基本面了，都是这些什么金融消费者炒的。更严重的是公司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我告诉你越是这样，人家那些赌徒越要去炒，他认为你这个是不是好消息藏着的，你专挑坏消息说，所以他就越这样公布每次一核查完之后一公布，反而迎来的就是涨停，所以就疯狂到了极点值得注意的是，8月5号上尾新材核查停牌后复牌，当天股价在短暂翻绿后又迅速走高，最终以20厘米涨停收盘。你看看，就是疯狂到了极点当天其成交额高达23.19亿元，逼得没办法我说了，这个中国的监管确实难对，当然了，有人举例子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虽然不雅，但是也能说明问题。就是监管他喜欢在那个粪坑里面把那蛆一个一个的挑出来，给它捏死，但是他就不愿意把那粪坑治理一下，就扒在粪坑旁边天天挑。你说多累吧？你挑不完，你粪坑治理一下，对吧？卫生搞一搞，蛆就没了嘛。所以说这个上交所他对很多账户进行了限制，就是那些炒作上尾新材的账户他出手了。那今天上尾新材就暴跌15%左右吧。昨天追高的资金今天就暂时被套，我也只能说暂时被套因为后面他还要炒就这些疯狂的赌徒他是不管的。在这轮13倍的短的1个月13倍的涨幅中从上市公司到交易所就不停的在提示风险，但是都没有用。所以在20厘米涨停的加持下，上尾新材成为 A 股历史上最快成为10倍股的大牛股。你说我要是上尾新材的大股东，我能不减持吗？对吧？这短1个月不到涨了13倍，你说我这干多长时间？就是上市公司就去慢慢去赚钱盈利，然后它的股价才能涨。现在竞争那么激烈，对吧？很多东西红利期都非常短，你就是抓住了风口，你也只能吃个1-2年，后面就内卷加剧，对吧？红利就没了。那如果这个情况下，它1个月莫名其妙就涨了13倍，那我肯定想办法要套现这个
上尾新材成为 A 股历史上最快成为10倍股的大牛股，用时仅16个自然日。到8月5日，上尾新材股价突破110元，总市值也来到了446亿元。而在行情启动前，其股价7.78元，总市值不过31亿元。这一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是高性能耐腐蚀材料，说土一点啊，就是刷油漆的，当然这个比较通俗一点。总之啊，可以说啊，它是化工行业里面的一个冷门股，但是啊，它却沾上了机器人概念。也就是有个叫智源机器人的啊，或者叫反正有个机器人项目要借壳上尾新材，业内将之视为新智生产力企业在 A 股的标志性收购案例，也是巨升智能企业在科创板首单收购案例。上交所出手啊，拔网线也不管用啊。21世纪经济报道说啊，证监会动真格，造假帮凶要慌了。21世纪独家报道啊，说7月以来已有8家上市公司涉刑，就刑事责任啊。21世纪独家获悉，除了对上市公司本身的严监管，监管层正从另一个关键环节重拳整治资本市场造假，严惩配合造假的第三方。这里说的第三方啊，不是券商，也不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中介机构，而只是专门为上市公司提供实质性造假服务的第三方公司，也就是那个一些咨询公司啊。他们往往规模小，未上市，多为壳公司，证监会依据现有的法规对其惩处常有心无力。有鉴于此，证监会正双管齐下，加强对造假第三方的约束力度。一方面争取修法赋权，推动出台上市公司监管管理条例，从行政法规方面明确证监会对造假第三方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另一方面，联动移交严惩，将配合造假线索移交相关部门或属地政府依法处置。该措施已启动并初见成效。监管层正多为发力啊，配合造假的第三方面临行政、民事、刑事3重严惩。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啊，这个我一听啊就不靠谱啊。为什么不靠谱呢？你证监会你就管上市公司就完了，你上市公司的管不明白啊，他还把手伸到啊，以上市公司为脉络，对吧？以上市公司就像藤一样的啊，顺着上市公司这个藤，你还摸到所有的瓜，那就是非上市公司你也管，那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扩权呢？那人家上市公司人家没上市，对吧？人家只是跟上市公司有一点业务往来，好，这就归你管了，归你监管，贪多嚼不烂啊！你自己上市公司是整不明白，管成这样，我认为啊，要把上市公司管好，大可不必把手伸到别的公司身上，对吧？你就像那个上市公司是你的亲儿子，你儿子你管不好，你老嫌外面啊别人家的孩子把你儿子带坏了啊，你要去管别人家孩子去，这说不过去啊！你问题出在你自己儿子身上，对吧？那你就对你自己儿子严加管教，对吧？只要一次造假就让他完蛋，真正的做到把牢底坐穿，对吧？倾家荡产，一次违规就完蛋，保证对吧？你这儿子就管好了。所以你看啊，你是不是有点这个护犊子的这种感觉啊？自己儿子不好，那都是别人带坏的。你得给我权利，我得管管他。如果别人儿子我管不了，那我儿子总是坏，没办法进步，也没办法提高，这个没有道理的啊。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证监会的权力无限扩大，到时候还有抓人的权利呢，对吧？你还有刑事权利，不光是行政权利啊，对吧？我证监会只好能抓人呢，为啥不行啊？证监会要成立保卫处，对吧？现还是把自己那1亩3分地管好，对吧？把自己那5000多家上市公司，还有很多你上市的在那里交了申请材料的，你把这些把它管好。这个北京商报报道啊，说开户热是 A 股的信心投票 ，A 股新股民跑步入场，新股民跑步入场。根据上交所最新披露的数据，2025年7月 A 股新开户数为196万户，同比增长71%。去年7月 A 股新开户数115万户，环比增长20%。6月 A 股新开户为165万股，开户数就像 A 股的市场体温计，是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信心最直观的体现。开户热说明近段时间 A 股市场表现符合投资者预期，得到了更多认可。市场回暖，政策红利的共振是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有信心的关键所在，也就是大量的新韭菜跑步入场。所以再看一看那个两融余额创10年新高，又有这么多新股民啊加速入场，差不多可以收网了啊，一网打尽了。
关于这个骗局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央视啊，它又报道了一个叫新型网恋杀猪盘，新型网恋杀猪盘骗走女子全部积蓄。这个说的是一个陈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刷到一个推荐聊天交友的广告啊，通过这个广告引流啊，然后下了一款交友的 APP， 并且在这 APP 中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子，这个男子自称啊是一名退伍军人，哎，就符合那些女的这个360度那种想象，所以啊，这个杀猪盘啊就开始了。最后这个陈女士啊，45万现金交给一名陌生男子。大家看视频啊。前不久，家住江西赣州的陈女士到公安局报警，称自己刚刚遭遇了诈骗，把45万元现金交给了一名陌生男子，请民警赶紧帮她把钱追回来。那么，拿着巨额现金的这名男子是谁？又该怎么找到他呢？画面中穿着黄色连衣裙的就是陈女士，她告诉民警，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那名陌生男子就是来店里取走了45万元现金。当时陈女士来报警的时候，神情比较慌张，她当时手里面拿着手机，然后一个劲的请求我们民警的帮助，然后边讲还边翻她自己的手机聊天记录给我们民警看。陈女士向民警介绍说，自己被诈骗了，刚刚取走的45万元现金就是自己所有的积蓄。取钱的男子戴着口罩和帽子，所以她并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只能尽力跟民警去描述他的体型及当天的穿着。之后，警方根据陈女士的叙述，调取了她店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寻找符合条件的可疑目标。最终，在当地红旗大道的公共场所视频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当天的话，许姓男子是从上饶余干打车到这个江西抚州，到江西抚州之后，再重新打过了一辆车，前往我们的赣州会昌。此外，警方还调查到，嫌疑人是乘坐一辆白色轿车来到现场的。为了掩人耳目，他刻意让这辆车在距离陈女士店铺较远的位置停着等他，自己步行去取钱。在拿到钱款后，又步行回到车上离开了现场。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嫌疑人乘坐的那辆白色轿车正在往江西石城方向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于是准备在沿途进行布控，寻找合适的时机进行拦截。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办案民警发现那辆载有嫌疑人的白色轿车开进了吉广高速公路广昌服务区，抓捕行动随即展开。最终，办案民警在与高速交警的协同合作下，成功拦截住了这辆白色轿车，将取钱男子王某抓捕归案。警方对黑色背包里的现金进行清点，确认陈女士的45万元现金1分没少后，将这笔钱返还给了她。当我们打开背包的一刻，发现45万元现金原封不动的还在背包里时，全体民警都松了一口气。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警方调查，白色轿车的驾驶员是网约车司机，对王某的犯罪行为毫不知情，已被警方释放。警方急速追踪，保住了这45万元。那么当初陈女士为什么要将这么多的钱交给一个陌生人呢？她又是如何上当受骗的呢？做后面拿的，在会场啊，对，拿到之后就没有多少，没有拿给别人是吧？他就叫我直接拿到那个一个地方交给他，拿到哪里去？你看像那个马路边有个电话上面是马路边的地方，知道吗？他就叫我45万的上下，从这里面抽600块钱。从后续的审讯中，警方从王某口中得知，他只是来取钱的，但对陈女士实施诈骗另有其人。王某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那么这个人是谁？藏身在哪里呢？又是如何让陈女士心甘情愿地给他这么多钱呢？这一切还要从陈女士在网上结识的一名男子满某说起。当时是2025年5月份的时候，陈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刷到一个推荐聊天交友的一个广告，然后随后陈女士通过这个广告的引流，下载了一款聊天交友的 APP， 并在这个聊天交友的 APP 中认识了一个自称叫满某的男子。这个所谓满某告诉陈女士，自己是一名退伍军人，还给她发了很多自己的生活照，
让陈女士感觉这人十分靠谱。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满某对陈女士嘘寒问暖，无微不至。渐渐的，陈女士被这样的甜蜜攻势打动了。在取得陈女士的信任之后，所谓满某开始时不时地透露自己有一些特殊渠道可以获得所谓的内部投资消息，只要陈女士根据他的指导进行操作，绝对稳赚不赔。当时陈女士也是比较半信半疑的，但是满某说他自己可以把这个内部账号提供给陈女士，让陈女士进行前期进行小额的投资进行一个尝试。陈女士当时操作这个内部账户进行小额投资之后，发现这个账户不仅能取得收益，而且能够进行提现，并且这个陈女士也操作账户提现成功了。就这样，陈女士对满某能带她赚钱的事情深信不疑，尝到甜头的她决定追加更大金额的投资。而就在这时，满某又搬出了一套新的说辞。当时满某声称这个是他自己的内部的一个投资渠道，如果需要进行大额的投资的话，会在网上被银行进行风控，所以满某告知陈女士，需要陈女士将投资后续如果需要投资的话，需要将这个投资的钱以现金的方式取出，再将这个现金交给投资公司安排下来的业务员。于是陈女士将准备好的45万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业务员。事后她左思右想，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儿了。她自己也在网上刷到了一些警方的提示，这些提示中就包括了这种网上投资线下取现的一种比较频发的电信诈骗案件的手法，然后由此陈女士就联想到了自己正在遭遇的事情跟警方公布的提示案例有相似的地方，于是陈女士发现自己可能也被骗了。好在办案民警及时抓到了假扮业务员的男子王某，为陈女士挽回了损失。据警方调查，那个所谓满某是用假的身份信息对陈女士实施诈骗。接下来，警方将进一步对满某的真实身份展开调查。骗子啊不是太多，现在是骗子太少，主要是傻子太多，骗子根本就抓不完，主要原因就是傻子太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但是最让人理解不了的，偏偏是傻子啊，他还有钱，这就让很多网友、很多观众啊有点接受不了，就是这个智商他是从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呢？对吧？明明赚钱很难，大家攒点钱不容易，但是这些受害者动不动就几十万、上百万，有的上千万，他能掏出来。当然这个也有一些误会在里面啊，这个就叫什么？幸存者偏差，因为那些没钱的人被骗了，他没钱，对吧？他身无分文，所以他也没办法变成受害者，没有办法变成，或者是变成受害者，因为他损失的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也上不了这个新闻，他也不被舆论所关注，对吧？我们舆论所关注的人当然是这些杀猪盘损失比较大的嘛，对吧？几十万上百万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印象啊，就是好像这些受骗的人都有钱啊，这个多少也有点幸存者偏差啊。但是啊，这些有钱人啊，或者是条件相对不错的人，居然这么容易上当受骗，本身也是个问题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